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空军青泉港基地，昨发生着重大的意外。一个41岁女士官长咧检查战机，结果互战机吸入去，重伤死亡。伊才拄啊升官4个月，检察官马上就到营区，甲当时伫咧现场的4个证人来问笔录。 空军青泉港基地严重意外，41岁姓吴的女士官长伫咧做关车检查的时，互吸入战机的入气口，重伤身亡。伊的遗体互送去东海殡仪馆等检察官验尸。一透早，空军同僚甲长官10几个人嘛来关心甲致意。 军方表示，这个意外的原因已经交予台中地检署甲宪兵队调查当中。针对事发了后，外传敢若是女士官长我军战机检查的时，飞行教官吹油门来造成意外。对这台中地检署的检察官昨就进入营区，对当时在场的4个证人做讯问，包括开战机的飞行教官甲女士官长的同事。检察官初步讯问了后，目前也无明显涉及刑事责任的状况。 意外发生了后，女士官长的老母伫咧阿姊的陪伴之下赶到病院，接到歹消息，阿母是靠甲徛袂调，坐伫咧轮椅。根据了解，姓吴的女士官长伫咧因兜是排上细汉，阿兄86军，那伊是投入空军任职，航空技术学院96年班毕业，伫咧3连队服役有18年。4个月前才升士官长，而且为学历搬到清水的空军官舍来住，一个伙仔感情真好。想袂到升官无偌久，就发生这款意外。 家属嘛要求爱查明真相，台中地检署嘛甲宪兵队合作调查当中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